美国前总统卡特当地时间7日伫华盛顿的国家座堂国葬，包含总统拜登、准总统 Trump 等，目前还有5位还在世曾任现任美国总统拢有到场。拜登在致辞的时阵是学了卡特的品格甲远见，不过伊嘛有讲到对抗受婚、滥觞用权力的问题。迄段话嘛去互外界认为讲是咧考试 Trump。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陵墓由军人对国会大楼出发，运送到华盛顿国家座堂，伴随着21响礼炮，向这位前总统致敬。共和党准总统川普甲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正罕见伫咧7日举行的国葬，两个人握手致意，留下历史性的一幕。 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小布希、克林顿，总共5位目前依然在生的现任加前任美国总统，大家做伙展现短暂的团结时刻。50 years ago, he was a climate warrior who pushed for a world where we conserved energy, limited emissions, and traded our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for expanded renewable sources. By the way, he cut the deficit, wanted to decriminalize marijuana, deregulated so many industries that he gave us cheap flights and, as you heard, craft beer. 第11天了后，川普将会重新接总统列祖白宫，展开伊第2届任期。川普也伫国葬甲前副总统潘斯握手致意。2016年伊当选时阵的对手前国务卿希拉蕊，就坐伫咧伊的后壁排。这届大选的对手贺锦丽是坐伫咧川普前一排。 拜登伫现场发表悼词，学了卡特的品格甲远见，还有对抗受婚甲滥用权力，互外界看做是伫咧考试川普。And through his life, taught me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is more than title or the power we hold.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give hate no safe harbor, and to stand up. What my dad used to say is the greatest sin of all, the abuse of power. 伫国葬仪式结束了后，陵墓将会被送登去卡特的故乡乔治亚州。家族的成员要举行私人的告别式。卡特的过身，唔但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互大家重新回看伊的政治遗产，甲人道主义的精神。伫咧目前美国内部分歧严重的时阵，卡特的国葬正做一个短暂，也无正重要的团结的象征。公司新闻郑美玲编辑。